好，各位电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團阿權妹。大家好，我係羅怡麗。係，一節同分享一件事情。好，就係啊，今晡日吼，我同分享就係苗栗有一間新開嘅傳堂。哎呀，傳堂係當到後生年輕下來開嘅。嗰時候吼，因為我係苗栗人，我聽說同分享一下，因為疫情過後以後，大家坦白做嚟去食飯食東西。其實啊，是像阿權妹講嘅，大家要發現冇，其實你喺苗栗啊，要當到呢個後生人轉移苗栗只地方，佢當到從係本從嘅食店咧，係冇上傳堂。哦，而且我啲前先已經當長條嘅事情，係咪去苗栗是很好多地方做得去嘅。冇唔錯，古時候一件當後生當有法律當有藝術感嘅傳堂，就會來同大家來紹介哦。今日我哋連線呢，就係養心無菜單嘅傳堂合作的夥伴來分享益如哦，我來連線哦。好，接下來就來邀請益如來同大家來分享佢哋嘅故事哦。Hello， 益如。嗨，大家好，我是陳益如，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大家做連線，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大家好，哇，太好了，真的是懂後生嘅感覺，而且好有氣質哦。對，為什麼很有氣質呢？因為佢本單就同料理完全沒有關係，所以好有氣質。不是，他本來是學藝術的，對不對，益如？其實我們就是養心的夥伴呢，就是大部分都不是，我們都不是專業的餐飲背景出身。然後呢，我自己呢其實是那個政大經濟系畢業，對，但是因為我畢業後之後呢，是先回到苗栗有一個社區叫做蘆竹南社區，然後我是在做社區的活化，然後跟社區地方創生，然後跟藝術駐村的一些相關的藝文推展。對，那因為在這個推廣的過程呢，就認識了很多返鄉的苗栗青年，然後也因為這樣子呢，就認識了我現在養心大家一起創業的夥伴。哇，真的，我覺得聽了真的很開心哎，因為我覺得年輕人其實這是一個夢想，但是也要有這樣的一個勇氣。其實我覺得很不容易，因為其實像我哋當上去開一間傳堂，不過我知道開傳堂嘅路其實很不好走，而且你要規劃非常多，又賺不了錢。對，而且益如，你知道我旁邊這個阿權妹，她其實是小廚娘哎。對，我其實很會煮哎，我有餐飲背景哎，不過我冇辦法開傳堂。你知道她自己有那個粉絲專業，其實佢係小廚娘，佢輕針對嘅料理。可是你想想看，我們其實沒有勇氣，對，踏出那一步，對，所以益如，我只能說你們好大的膽子。對，而且剛剛有講到其他的團出一個人，都不是料理背景，是，然後這樣子還可以開一間餐廳，對，就不止很勇敢，也很厲害。對，其實很棒。我覺得，我覺得我只要看到這麼多年輕人，我就覺得我們的未來越來越有希望了。我真的有這樣的一個感覺，非常有活力。對，所以你看哦，我們剛剛從你看政大經濟系，然後我們做的是地方的活化，然後現在開的是一個無菜單料理，而且在哪裡點苗栗哦，因為尤其是無菜單，說真心的。沒有餐飲背景，除非你以前從小到大就很會做菜，對啊，或是你是個吃貨，對，黑猛源你怎樣來研發你的菜單？嘿啊，菜單應該蠻頭痛的吧？對，對，就是如同主持人說，我們夥伴包括我自己都是吃貨哦，對，因為我們很喜歡吃東西，那我們也發現說，就是其實大家是不同的專業的背景，就是我們有留法的音樂家。那我們也有專門就是學藝術的藝術家，對，那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喜歡料理的這個喜歡料理，所以呢，其實我們也有夥伴呢，為了料理，然後辭掉他本來的工程師的工作，然後投入這個料理的學習跟研發，對，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其實大家反而沒有這個專業背景的這個餐飲的框架。其實反而呢更有不同的創意去產生這個很多變化的有驚喜的菜單。所以是逆向思考對不對？這整個就是逆向思考。因為可能我知道傳統做料理嘅人，可能就會知道講，韓妹比如講
咸菜干，那就听说按用版粥，按用这黑咸菜干，就可以去改变它本来的思路、本来的做法、本来的味道。对，啊，我们跟某后料理给你，他们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自由的去创作，对不对？对，然后再将他们的艺术背景放进去，对不对？如果我是留发的音乐家，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气氛跟气质，跟这样子的一个创造力，我就放到菜单里面。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在研发菜单的啦。对。但是其实你们的菜单一开始有共同呀的，第二枚给名人叫做养心无菜单。对。为什么要选择用无菜单的方式呢？对，我们呢，其实一开始呢，大家当然就是像刚刚说的，没有这个专业背景。那因为我们都是喜欢艺术跟教育创作，所以我们觉得用无菜单料理它非常的好玩，那它也可以有很多元的发展。但是因为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想得很美好，就是希望说苗栗真的有一间这么好玩的餐厅，就是真的走进来没有菜单，那当然价格上呢，他可能也会不知道说，大概这个价格范围会知道什么样的料理，还一重要那个蛮重要的。就我不知道我今天走进去这间店，怎么办？我吃饭我要吃掉多少钱呀？基本应该剩下一筹要给多少钱？没有先知道，心里会有点怕怕的。对，所以就也因为这样，我们发现现实跟生活还是需要有一个调配。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苗栗的在地的客人，可能对于很多消费习惯或者是一些选择上还是比较保守。对，那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客人变成好朋友了之后呢，他给我们一些建议跟想法。对，所以我们也在这4年来也一直的调整，所以现在变成呢不是完全的无菜单，变成季节性的菜单，但是会有不定期有可能惊喜的料理。那它也可以到店内来做选择跟消费这样。对，可是共识采访吃豆芽真的就会看每个地方的习惯，对不对？像我很喜欢去无菜单料理给传堂示范，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会有惊喜。对，因为我就会，他只要问我什么东西不吃，比如说可能有些人是不吃牛啊，你只要确定那件事情，剩下的时候你就会很期待他等一下会端上来什么，就会觉得好有期待感，而且很棒。完全基本周年他可以感觉，就是我就是去给你交代，你有哪个懂腔给，有哪个输入错，你就拿出来，而且会有一种被私厨招待的感觉。我们两个是有多想吃，很高级，是有多想要去吃。对，可是你像这个是，可是这个没有对错，对不对？没有对或错，就是每一个人的习惯某共有。那尤其黑点苗栗，其实我们都某种程度也很认识苗栗，因为苗栗很多客家人哈嘎粥，你看他们喜欢吃的是哈嘎菜，就像以前我的家人也很习惯吃客家菜。我刚刚看到一如分享的照片，好法式料理哦，很漂亮，好美哦。菜他们的装饰真的就像艺术品一样，看到好多颜色。对，你像看黑公奶黑哈嘎嘅阿婆哈嘎嘅嘛嘅，对，这没有对错，这只是一个饮食习惯。我想说俺唔滴你会煮嘛嘅，俺有唔滴你会。对，然后又不知道价钱，然后又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你知道做服务业还是很辛苦嘛，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或是可能挑食啊、点生啦？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分享？有，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就是当然说过敏，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过敏一定是我们会先询问，那可能有不吃的，那我们也会做询问。可是因为有时候客人他可能真的是完全对无菜单是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他不知道问完了之后，可能还会有上出你觉得真的讨厌的事物。所以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就是你上的那个菜是客人讨厌的。对，所以我们就还是真的会做一个马上就调整，我们会马上把那一盘菜端到厨房里，重新再做一个料理。对，所以我们就也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呢，我们就发现说，可是我们浪费了好多，就是我们的小农的食材。是，对，因为我们跟很多在地的小农、友善的小农做合作。那我们这样也因为发现说，这样子好像浪费了太多他们很棒、很珍贵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现在调整成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套餐，那现在变成呢，可能大家可以自己做单点，那选择斟酌的食量，或者是你有真的不吃的话。我们会再三的做确认。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一次端出了什么料理是客人比较不吃的？比如说牛肉还是什么？其实会蛮多，其实因为大家不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比方说，我们之前有一道料理，它是日式手打汉堡派。
对，听起来很安全啊，要有马该好挑食，真的很安全啊。汉堡排，然后呢？但是我们的客家的，就是长辈们呢，他吃到这道料理的，他端出来之后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说这不是客家的那种酸菜狮子头吗？怎么会变？他说你怎么会肥肉的部分太少喽？怎么没有加酸菜啊？你应该要给他土鸡酱汁，你要给他土鸡沾吉酱，他有就招待呢。对。但是因为经过我们的说明，然后因为我们里面做的搭配，因为我们的那个汉堡排呢也会搭配我们自己创意的用客家酸菜去制作成比较像法式的酱汁，所以去做一个转换了之后，他也觉得整个很好吃，所以他好饿。对，所以他后来从一个疑问之后呢，他还是变成接受。那后来这位客人他也变成我们的老客人、好朋友这样。啊，好棒哦！要就会亲美好的事情，对不对？对。刚才说到像你们会在汉堡排做一些调整，加梅干菜，你们是不是还有跟什么火龙果花？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食材。对，它是我们合作的小农里面呢。因为他是种火龙果的大哥，那因为火龙果大家知道在成长过程要蔬果，对，所以他会剔除掉一些比较小的，然后让它有空间长大。对，那这个大哥呢，他就发现说这些火龙果花他种得很辛苦，所以他就觉得丢掉有点浪费，所以他想到说养心的伙伴们都很有创意，所以他就问看看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火龙果花来入菜，他就送给我们来做料理。太棒了！对，那我们看到这个火龙果花，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要用这个花苞来做一个料理，所以呢，团队伙伴呢就试了各种的，用去烤啊，用去煎啊，用去煮做实验的感觉。对，最后发现说用空烤的时候可以保留它的甜味，然后就简单的香料之后呢，它烤出来会有点像烤秋葵的口感，但是有很香甜的、甜甜的跟一点点花香这样。还是很好吃。你看，这就是激发出的创意，对不对？其实还有青岛的故事同大家的分享哈。你想你改圈圈先聊下，你下查你等下长长来讲很好神奇的故事。好，我想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到苗栗一間係好少人鄉下來開嘅無菜單料理嘅傳統，非常嘅特別。一如剛剛有同大家分享嘅動作，不過接下來吼，我邀請到另外一位家頭嘅夥伴哦，係安尼亞飛，我同大家來分享家頭嘅故事哦。好，然後就邀請到雅慧同人連線分享佢哋養心無菜單料理傳統嘅故事哦。Hello， 雅慧。Hello， 大家好，我係莊雅飛，做啲係雅飛嘅。原本呢段關係來鴉片大嘴鼓。哦，原來係阿飛耶，阿飛耶，看到阿飛耶你就敵。可是這個餐廳的成員真年輕，很有嗓音嘛，好年輕啊！沒錯，很有嗓嘅阿飛耶，我就當初來問佢啊，我會對呀做料理按有興趣都可以呀按 TPA 嘅傳統，韓國料理又按家。好，對，同大家分享一下。就像剛才一如講嘅，我點清好食，你懂好煮。我從細係我家婆土台，我家婆我點興佢阿媽，從細我就聽佢去做下天數啊，佢去伴奏嘅時間，我咪去聽去按摩。哇，古時候人家家婆係總鋪師就做大廚，對，是總鋪才是大廚。那難怪了，對，他等於是有遺傳，對，但是我媽媽會懂會煮，哦，難怪係按呢。不過阿飛嘅其實也係有一些些嘅改變哦，特別家婆係做呀傳統嘅，不過你嘅拿手是烘焙，對不對？烘焙，然後就是因為自家懂好食，所以咪想講愛自家做按樣。
对，来太好饼啊，来去科技公司上班。下班的时间来就去自家去考那个丙级证照班。是，对，就好做面包，做乱搞按钮。对，然后对。之后就是有考到证照之后，我就某地科技公司做嘞，对，我就去咖啡厅做些按钮。哇，对。那阿飞耶，那为什么你还可以身材保持得这么瘦？对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呢，阿家婆会做护士，然后去会做，去改又做烘焙，其实烘焙热量是高的哦，非常。对你是如何保持身材？我们的伙伴都这么瘦对啊，就是讲给我们嫉妒，我要讲给我们羡慕，怎么那么好啊？没关系，我们就养心无菜单餐厅见，好不好？对，上次去看真面目，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瘦啊？没有啦，开玩笑。对，我讲哎，唐贡有一个董腔给你的拿手菜就是佛卡夏，唐贡黑去传糖示范给你，听说会吃嘞，对不对？对，因为我懂好生面包，行的面包我清好，我去离行的时间我就会多出去吃面包，然后有一半我就做佛卡夏，对，因为佛卡夏它其实味道很单纯，对，然后我们给伙伴吃了之后，我点就吃豆豆的不用都前菜，就起码该就懂事和按钮。对，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就之后就把这个面包，然后可以让客人去另外做选择。对，然后有一张人他佢就来佢冇都是冇按摇，佢就点佛卡夏老同按钮，皮带按钮色。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亚在宁哈就是懂 Hill Day 色按钮，老饕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有时候肚子不太饿最棒的点心，一个好吃的面包配汤品，对，好棒哦。所以其实听阿飞按钮福音用泰卡就迪，其实他很擅长西式料理，对。然后就阿婆家婆又亲会煮传统给菜，古时候你就做对按钮做创意，对不对？所以你们是不是有一道菜非常的特别，就是比如说松露梅干菇菇炖饭，这是一个很西式的料理，同当传统的客家菜来做嘅哈，呀可能阿婆看到就呀嘛个东西这样子，对，要不要分享一下，讲一下我第一拜吃都没懂经验，对，因为韩菜馆嘛，那个梅干菜，对，老松露，没想到这么的搭这样子，虽然颜色看起来好像蛮像的，很像。对，但是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味道，对，然后它合在一起竟然是这么的好吃，我很惊讶我其实共识采访到现在我也不能想象它的味道，因为你知道，其实松露也是一个密西懂 TPA 的东西，而且它的香气很浓郁，你披起来就有一些像瓦斯的味道，但是吃起来却莫名好吃，对，梅干是一个大人的味道，是，对，然后梅干菜又是客家另外一个重口味的味道，对，是那种不用揪的那种。因为经过发酵、经过腌制产生出来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对，人家有带转去本来我开就是爸爸妈妈色，然后他们都觉得黑某色各位蜜头不够太嘎都懂好色爱你。好想吃哦！对，因为炖饭就已经是它就是一个道西方的料理，然后清厚身，不过让它可以加上客家的元素，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事情。其实不只是这样，因为刚才阿飞有共多嘛，有带上一本不好给爸爸妈妈或是对吃对。那事实上，因为炖饭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比较软的，对，就是说它基本上并不是很硬的一个食物，所以其实对于不光黑读美丽还不好给肉敏感，其实你们会注意到老人家也很适合，是，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料理，然后你们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味道人客家可能有冇用嘅時條尤其美麗，其實有非常多嘅老人家，是不是有特別為他們做一條調整？有，因為是以前有一半我阿公有來食飯，阿公懂肉給牙齒很厚，然後那一天剛好我們是出就是比較硬的肉丸子，對，你就生唔肉按鈕，然後我們就發現了，然後就把那個阿公的餐拿回來，然後又見到塞在，就卡烘熬按鈕，對，然後之後我們就發現說，其實很多客人
他们会有这方面的需求，尤其是在苗栗，就肉年嘎懂都拿去就某安化，所以做的是挑安的东西。对，然后我们有遇过，就是有客人他是只能吃流质的食物，所以就是用果汁机帮他打得碎碎的，让他比较好入口。对，所以我们之后就发现到，其实餐点不只是要漂亮，然后也是要看这个客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就要去做调整。全部都会互动。我刚才吃到阿飞的安永给分享，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你们除了提供好的食材做成的餐点，然后结合你们的创意之外，其实阿飞他们其实很客制化耶。就比如说可能只能吃流质，他就赶快帮他打成蔬果就果汁。对，那阿公吃到跟用眼的天安他就马上切个小块。然后后来很快的就做改善。其实不是每个餐厅都可以这样，对，因为你不能吃，那我也没有办法，就会按用给干不搞。对，我稍微摸一下，阿公那时候去吃，阿公几多岁？阿公那个时候都快要90了，对，所以难怪会觉得天昂这样子。阿公希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有吃到青回忆吗？有欢喜啊！对，因为对青岛没有你给弄人家来讲，其实用也是都是吃了一辈子跟哈嘎吹，对不对？可能就会地不卡色，对对对，都不会给传汤吃饭。因为他这个餐厅对阿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洋化的餐厅，很西式的料理。古时候喊同阿公做到暗口给服务这么好，唔讲嘅时候，有暗用。这么好的服务，一间传堂不单像东西好吃，服务也要很好。哎呀，全部就出于一颗热忱的心，对于料理的热忱的心。我觉得料理这件事情。有可能会被工作而消磨掉，就是有想时我很喜欢做料理，但是当我想象这件事情可以供编中改给工作，我就会觉得我会不会觉得他有压力，会不会觉得很累？我可能有经济压力，我可能觉得压力很大。对，顾总改想要人问一下雅慧，像雅德是怎么去维持你们对料理的热忱？其实累的时候就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有适当的休息。对，然后就休息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离行啊，去撩啊，去多出去赊啊，去宽啊。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吃到一个，或是你看到一个，你觉得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就是你一定会有新的吸收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情可能又会被点燃。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到处看、去吃、去充实。对，所以正能量，我觉得对，就比较不会觉得好像有时候关在一个自己的那个地方太久，其实真的会消磨的很快。是，对。但是如果真心喜欢的话，我觉得其实有想时做东西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可以让热忱一直延续，对不对？对，而且当客人说这个好好吃哦，对，我觉得很大的那个热情也是来自于就是大家的回馈，是不是？对啊，所以其实有一点后色类传堂，除了要有这个热忱服务的心，还要有懂得后色跟料理，是不是？听说你们有甜汤，木耳甜汤也是很受欢迎的料理。要黑奶伙伴妈妈粥所以就是一个很家常的味道这样子。对，就是每个人来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饭后的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结尾这样。对，我觉得其实苗栗有按用一点health 韩国有懂有创意嘅传堂。对于苗栗人来讲，也是要懂分析。对，欢迎下次这个对，虽然我没去吃过，但是我真的要讲苗栗人真的懂好吃嘎生活。但是有赏是真的可以出去犒赏自己一下，是不是？节日的时候啊，节日的时候就是还是让爸爸妈妈休息一下。太棒了，没错，对。不错哦，今天什么也会同大家来分享按到什么阿飞耶，谢谢。待会啊。那一如还会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歡迎大家要轉到
到福起来咧，今日同大家来分享苗栗一间无菜单料理嘅传统，非常嘅特别。刚下有呀阿飞嘅，有同大家来分享吼，佢自家做料理嘅心情。啊，唔过接下来又会有请到易如同大家来分享这个养心无菜单料理一间传统哦。易如，我想来问你一下，其实这一间餐厅叫做养心，名字还蛮特别的。是不是有什么你们帮他们取名的这个理念的想法，有把它投注进去？对，有，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说用在地最友善，然后当季的食材，然后用食物这个其实是很日常美学的一种方式，然后可以滋养大家的心，然后但是你其实只要好好的吃一顿饭，其实你就可以疗愈一下。对，那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 logo 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菩提叶。对，那因为菩提叶它很特别，它是心的形状，所以我们在这个心的叶子上面呢，就放了一颗饭团。对，那就代表说呢，我们用我们满满的心意的料理跟大家来做分享。然后它背后呢有一个像太阳，它也可能是月亮。就是希望说，它不管是白天或晚上，其实都是用料理来照亮大家的心，对，就是好温暖哦。如果黑公黑眼可能就是养肚子这种奇怪的名字，人家真的是文青哎，真的，就是它背后有满满他们的理念在里面。没错，而且哎，唐贡其实一如自己啊，对料理的坚持，其实也是引领你切改个体质，跟你的体质比较敏感有关系。对对对，就是因为养心的餐点呢，我们都希望说保留它食物最原味。那如果你其实是使用当季的食材呢，一定就是最好吃也最营养。所以我们不会过多的烹调，或者是过多的味素跟人工的添加。对，所以我们就会用时间来换取美味。所以我们自己的高汤啊，或者是酱汁、果酱，全部都是自己熬煮的。对，那所以伙伴呢都会开玩笑说，因为我只要吃到那个店家如果那个味精味素太多，我是马上嘴巴就会长那个水泡。对，所以他们都会开玩笑说，可以带着我去每一家店家试毒营针，对，试纸，就是我们想要去吃那家店，不知道好不好？哎，那个易如你先去一下。对，人家营针刺了会发黑，就易如这家店不要去，不要去。很有趣哦。是，不过其实我们说一群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创业，来自于不同的背景，艺术的也好，音乐的也好，刚刚有科技的，对不对？然后带来一个这么美好的养心无菜单料理。说实话，就是至少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美好，不过受疫情影响，还是有很大的冲击，对不对？对，相信很多餐饮业大家都辛苦了，而且在苗栗，我懂。对，所以我们也因为就是变成3级警戒之后呢，我们也是先休息了1-2个礼拜，对，但发现不行了，因为疫情一直的延期，对，所以伙伴们呢决定说集思广益，到底有什么办法，大家在家呢也可以吃到安心的料理，所以我们就试着做那个冷冻即食包。但是因为担心冷冻呢，它一定会跟现场是有一点差别，所以大家呢选择了就是几道我们觉得一直测试，然后一直做，然后觉得说可以最80%-90%很像在店内吃，但是一定是我们觉得很安心方便的料理，让大家冷冻带回家做使用。我想问一下，这个冷冻包你们未来会一直持续吗？对，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其实各地有蛮多的可能上班族的好朋友，他们发现说买了我们的这个酱汁或者是冷冻包回去之后非常方便。对，那因为冷冻呢就不局限说只能在苗栗吃，就是可以寄到台北啊、台南啊、高雄，就是都是在这个期间我们有获得的新的好朋友。所以说，对，所以说是不是我们常常说危机就是转机？没错。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危机，可能没有这么快要开发冷冻包。可是你看，因为遇到这样的一个危机，结果冷冻包也出来，我觉得你们要注意哦，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太忙哦，因为就是除了餐厅还要营业
之外，还要一直团购，对，还要团购。我觉得你们接下来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等下下一判公司应该就可以开始，等一下就先下去团购。他天使团超爱团购的，对，我们请叫我们团购团这样子，很恐怖。因为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因为外食族很多啦，说真的，你如果可以拿到养心，有没有 ？OK， 这么好的食材，这么样好的心意所做出来的，没有味精。不用银针，也不用试纸的料理包，你吃就会，你知道，对于就是所谓办公的外食族是很有帮助的。没错。不过更多呀，我们的那个乡亲朋友可能会吃到说，哇塞，你们到底这么开心，在开心什么？接下来更开心的时刻到了，因为我要请益如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最受欢迎的料理。这个名字实在太梦幻了，北欧黑啤酒炖猪，是不是？好饿。对，就是这一道是我们不管之前在店内，或者是现在有外带，或者是冷冻包，就是大家都大获好评。对，因为这一道料理呢，它是我们很特别，就是伙伴呢要很早起。要先去市场抢购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部位，对，所以一定要提前去买到这一段部位之后，回来新鲜做处理。对，那这个猪肉呢，它新鲜买回来之后呢，要先用盐水做浸泡了之后，然后有我们自己特调的香料做腌制。那它最繁琐的是，我们要在煎它的之前，要每一块肉都擦干净，就是不然那个腌料它可能会造成那个底部的焦，或者是有味道的流失。对，所以它必须要先擦干了之后，一块一块慢慢的煎它，然后再到炖锅里慢慢的熬煮。然后都是加上的那个高汤，然后还有黑啤酒，完全没有一滴水，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熬制的高汤汁跟蔬菜，然后还有黑啤酒下去提它的味跟甜，所以是非常的下饭，很推荐给大家。所以说，我觉得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要带感恩的心哎。没错。有时候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其实看到没有，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团队，他们在意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所以你能够有一个好的美食，我觉得要非常的谢谢，对不对？我看家都按后上的，刚刚唐益如分享做料理给丰盛，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是很专业，都是照着正规的做料理的方法来的。好，那还是你们要注意哦，接下来可能你们餐厅会太忙哦。还有一道料理是跟牛肉有关，是吗？刚才讲的是猪肉，对不对？是不是红椒？对，另外一道是烟熏红酒炖牛酱，然后这一道料理呢，是因为大家回家之后呢，还可以自由变化，因为它是一个肉酱，但是这个自由变化，它可以回去变成像意大利面或者是拌饭。那我们自己也有推荐说，它可以做成像披萨或者是做汉堡的酱汁去焗烤，还可以配刚刚的佛卡夏。好棒！对。那因为这一道它很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好朋友他推荐了一个台湾自己的精品可可，那它是100%的可可，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可可脂它跟那个牛肉还有红酒它是非常的搭配，然后有一个调和之后，那个酱是很浓郁的厚度，所以它下饭啊什么都是绝配，对，跟佛卡夏也很搭。所以其实因为疫情有暗用个转机，他们你们开发了这个冷冻料理包，但其实吉姆也有去划你们的脸书，我看到你们因为疫情还办了这个线上的音乐会，而且之后听说也想要结合餐厅里面的一些活动，对不对？对，没错，就是因为疫情大家在家，那刚好因为我们是很喜欢跟大家互动的伙伴，对，那因为我们刚好又有音乐家，所以我们就在疫情期间就想说那我们来发起线上的直播音乐会，就固定那个期间，我们大概维持1个多月，每一个礼拜都有2到3天跟大家在线上，然后现场演奏那个低音竖笛。然后还有钢琴，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对，所以其实未来可能也会结合这样子的艺术活动，都起嘎给点美度吼。然后之前也曾经在小农的农场里面来举办TPG，算是去他们那边然后出餐这样子的活动。
对，像我自己就是会很期待要去做餐会，好漂亮哦！我看到照片了。因为做餐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毕竟我们大家都喜欢玩艺术，所以在做餐会的时候，其实是在玩那个料理跟餐桌美学。好棒哦！而且在餐桌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小农伙伴，就是在公馆有一个蜜枣居。那因为他们也跟我们很多理念很相符。所以他就可能定期会邀请我们去做那个在枣园里面，就在枣园的田上，然后做这个餐桌。那在餐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客人做一个说菜的故事互动。那我们觉得这样很棒，是因为可以跟大家就借此介绍这个食材，然后也介绍这个蜜枣居的主人或者是在地的小农的故事。哇，没错，鼓手后期待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我有喊卡多嘅发通，要做啲喊卡风行嘅去传堂地路来吃饭哦。鼓手后，今日好，先谢谢一如同分享很多，谢谢。我们餐厅见哦。啊，团购也可以哦。拜拜，拜拜。节目嘅前面我同大家来分享，防疫恐下来，尤其去到百货买床地度，要注意防疫嘅措施哦。比如讲，要留人下落去听说要遵守这个10连制。美食街的话，出入口听说要有人流嘅管理，人客同人客之间要有卫生嘅防护，还个要维持安全嘅社交距离。大家听说要来好好注意哦。今日嘅节目就到呀，等下休息一下，继续好好运通。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行過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